中，你看在台中，吓死了，跟我那么远。还故意看到，还在信义区的，应该很有钱。我带内湖的应该很有钱哦，那个内湖。哇，新竹嘞，新竹的朋友，土城哦，这个土城的哦，桃园有朋友哦。那这个，拜托，你写 email 给我，我没办法寄明信片给你啊，拜托。哇塞，这怎么？为什么要写 email 给我的啦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想让我知道你住哪里去的？好啊。这个现在得奖的这位朋友真的有点过分，我就是叫你写地址跟收件人就好了，我叫他爸爸寄明信片给你，可你写那么多字给我干什么？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。那我很感谢你可以鼓励我这么多，但是这张明信片我就没办法寄到你那边了，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寄给你啊？他有没有留电话号码？什么都没有。他这寻人启事。啊，寻人启事啊！寻人启事，大家请帮我找一下这。江同学。对，他写一些，他写江同学，但是写给我的意思，他只有一个线索叫小温这样，小温这样。哦。他没有写他地址跟他的名字，那个地址，所以我没办法把这张明信片寄给他。所以小温，你收不到明信片了，怎么办？啊？周小苏同学，这是我请我的设计师朋友好好帮我设计的明信片。你怎么可以给我乱画呢？你怎么乱画呢？也好啦，这是你的创意啦，但这个最后还是你收到了。哇塞，这些朋友太可爱了。好烦哦！这一场30个，10场就300个。300个，每个都要这样写，哇，自己没事找事做。不会，50。不会啦，礼物有50个。对，这礼物店有50个写不完，而且每一个都要写不一样，好吧，也只能这样，大概每一张就是名字不一样。对啊，可以写新年快乐，可是下一次怎么办？这次都可以写新年快乐，那下次新年过怎么办？还没有过啊。就1月之后的啊，对啊，那还有春节。春节快乐。对，好，那我知道写什么。虎年行大运。虎年行大运，福气啦，福气。好，谢谢各位这么支持我，这样，然后很热烈的明信片，我希望大家收到的时候都可以很开心这样，然后祝大家虎年行大运。OK 啦，OK。然后接下来的活动还需要靠大家帮我支持一下，然后我也会继续加油的，继续写明信片。